灣區弟兄姊妹你好，我係大鐘牧師。我將於喺2026年6月第一個週末，即係6月5至7號嚟到灣區有 retreat，將會由 COTM 同埋 Emmanuel Worshiper 一齊合辦嘅。今次我哋繼續會有神嘅話語嚟到勉勵大家，亦都有以往一樣有好多分組嘅時間，彼此嘅鼓勵，彼此嘅交談。但係今年有咩唔同呢？我哋會比較貼地，好實踐性嘅嚟到訓練你成為一個傳福音嘅人，亦都會幫助你去建立主耶穌基督教會，亦都教導你點樣去幫助別人成為主嘅門徒。你離開嘅時候，你會成為有心有力量嘅基督徒，更加你會有一個團隊，彼此嘅繼續鼓勵，唔再係單打獨鬥。所以邀請你自己參加，邀請你團契嘅弟兄姊妹參加，或者你小組裏邊嘅人一齊嚟參加。我哋嘅主題係 Let's Go， 呢個唔係一個口號，一個好實際嘅行動，讓我哋成為主喜悅嘅門徒。到時見你。